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君君老師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，Buffer Wong 君君老師嚟到我哋雅言大講堂嘅第92集啦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關於如何看待生命。係啊，大家相信有睇開我金比翼堂嘅 Facebook，或者係有追蹤開我嘅網頁嘅人咧，都會大致知道咧，君君老師我其實咧係有一個特別嘅身份，係我前生咧其實係嚟自於天道嘅一位特別嘅人物啦嚇。咁咧所以咧我會知道咧好多關於天道上面嘅事情啦，呢啲係我感應到，甚至係我嘅人生裡面學識裡面嘅所有嘅知識。咁我亦都研究過好多教派嘅各種嘅道理啦。所以咧，我總結出有好多個道理咧，去教大家，分享俾大家知，希望大家都走上開心、快樂、幸福嘅一條人生道路嘅。關於人生咧，我會同大家講，其實係天道係嘅開心 share 嚟嘅，希望大家開心，希望大家快樂，希望大家喺呢一度健健康康，並唔係互相去侵佔，並唔係互相去搶掠嘅。資源其實係好充足嘅，只係大家並唔係話好願意 share 嘅啫。咁但係咧我都希望大家知道，其實係一個開心 share 嚟嘅，係天道對大家嘅開心 share。俾大家各種資源，俾大家一個珍貴嘅生命，咁俾大家一個好好嘅家庭啊，幸福嘅生活嘅。咁所以同大家講，無論你生活得開心唔開心，你都要努力咁過，唔可以將自己去摧毀，唔可以摧殘自己。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咧珍惜自己嘅生命，珍惜你嘅一切一切。可能你會話我並唔滿意我現在嘅生活，我唔滿足於一切。要記住，人比人就比死人啦。人上人又有，人下人又有，你可能活在人嘅中間嗰條線嘅，所以你要記住，唔好去同人比較。即使你係身為社會最低層嘅一粒螺絲，你亦都係有你嘅功能嘅。你要知道嘛，社會上到底有幾多職位係俾你去上升到去一個高尚嘅階層咧？好可能最需要嘅係一群螺絲嘅啫。你諗下，喺扭螺絲同螺絲批之間，你估螺絲批需要多啲定係螺絲需要多啲咧？但係咪冇咗螺絲就冇辦法可以令到個櫃裝得好咧？係咪？世界都係一樣嘅，唔可以冇咗基層嘅人，係咪？做上層嘅人當然係人人都想嘅，咁你做唔到，唔通就要死咗佢？但係你可以做一個螺絲噶嘛，你可以做一個好好嘅基層噶嘛，能夠有三餐一宿，能夠有能夠裹住身體嘅衣物，已經係一個好幸福嘅年代，係咪？所以要記住，珍惜你自己所擁有嘅一切，滿足你眼前能夠所擁有嘅一切，知唔知道？唔好話去貪求別人話我有1000架名車，1萬個手袋，成屋都係靚嘢，咁為之呢個先係你想要嘅嘢。但係其實唔係嘅，你可以攞得幾多嘢咧？你可以食得幾多樣嘢咧？你可以着得幾多件衫？你可以住得幾多間屋？哪管你有100間屋，你住幾耐啊？你住幾多間屋？你都係住一張床咁多嘅啫，係咪？你要住嘅地方一張床咁多，100零尺其實都已經夠大家行㗎啦，以一個人嚟計係咪先？咁你話我着得幾多衫係咪？我其實可能1年365日，你日日唔同樣咪365套衫係咪？俾埋你夜晚黑都日日唔同樣啊，你咪700幾套800套衫係咪？係咪咁樣？你需唔需要咁多嘢咧？係咪？所以唔好唔滿足你嘅世界，亦都係咁講。人生咧係真係要滿足之餘，感謝你嘅爸爸媽媽生你出嚟，亦都感謝天俾你一個咁好嘅身體，一個狀態去好好生活。要愛惜你嘅世界，愛惜你嘅生命，唔好隨便自殺。當你自殺嘅時候，你就再冇咗你原本嘅本相，翻唔到天嘅啦。知唔知道？想登於天堂就要保持你嘅本相，保持自己唔好一個自殺嘅身體，知道嗎？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拜拜啦。